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白木博士。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同各位精靈訓練員分享下圖鑑資訊啦，同埋一齊訓練精力嘅。今日呢，會同大家介紹3月份5位新進嘅寶可夢，幫大家做個圖鑑篩選之餘呢，同埋俾呢個精力評價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廢話就不多說，馬上開始。第一位新進嘅精靈寶可夢呢，佢個名叫做新木希空，佢喺 S1 大廠出道，笠住咗呢頂鑽石級新人嘅高帽。20歲嘅佢卜卜脆，有呢個青春嘅肉體，仲要聲稱呢係女大學生兼呢個寫真偶像加持行呢個少女清純 type。個樣嚟講呢，就冇乜加工，亦都冇乜整容味，都幾自然。青春可愛，白白滑滑啊！不過最可惜呢，就係佢係得旺仔小饅頭嘅 level。雖然呢色水係唔錯嘅，但呢就滿足唔到我哋呢啲空路人。至於圖鑑編號呢，就係 SONE704 同埋 SONE707。博士我自己呢俾嘅精力評價就係3.5星嘅寶可夢啊。不過有興趣嘅訓練員呢，就可以去睇下啦。至於第二位新進嘅寶可夢呢，佢叫福原日文字 ，Google 呢就譯做福原美奈。片相俾佢嘅人設呢，就係神奈川縣書店工作嘅普通女大學生。不過佢有170cm 高啊，女仔嚟講呢都幾高。同埋佢有 H 級嘅攻擊力啊，聲稱自己戰鬥欲旺盛。樣嚟講呢就一般般啦，但有對導彈加持，而且白滑粉嫩啊。仲要有靚雲兼走肥，不過呢就有些少造假之嫌啊！佢瞓喺度嗰陣呢就假假地，但企喺度嗰陣呢又幾自然喎，有種同地心吸力搏鬥嘅感覺。至於圖鑑編號呢，就係 EBWH211 同埋 EBWH224。博士，我覺得佢嘅精力評價呢，就3星嘅寶可夢，但如果你係空路人呢，我覺得會有4星嘅。至於第3位新進嘅寶可夢呢，佢叫謝宮日文字 Google 呢就譯做謝宮鈴啊。佢係呢個 Fulano 出道，聲稱呢係現役 cosplay 界嘅 coser。真心講啊，佢嘅妝容啊同埋氣質啊都真係幾似 coser。佢呢就唔係行呢個少女路線，而且個樣有幾分地雷味，而且仲好仁慈添啊，白滑就由自可。重點係佢身形好均稱，絕對唔係旺仔小饅頭，而且加上千變萬化嘅動漫造型，哇！真係叔叔不行了。至於圖鑑編號呢，就係 MGOLD034。博士，我嘅精力評價呢，我就覺得有4星嘅寶可夢啦。空路人呢，就可能會扣少少分。嚟到第4位嘅新進寶可夢啊！佢個名呢叫松永日文字 ，Google 呢就譯做松永朱莉。第一部作品就係 SOD 嘅女子社系列。哇！呢個系列呢真係老是常出現啦。俾佢嘅設定呢就係23歲女大學生，啱啱呢就加入宣傳部。都係呢個系列嘅一貫套路啦。不過呢，如果你係中意妹系嘅訓練員呢，佢可能就幾啱你口味啊。佢有妹系嘅環環幼嫩感啦。仲要唔係大部分妹系寶可夢常見嘅缺點啊，佢唔係旺仔小饅頭啊，而係吸手包包。至於圖鑑編號呢，就係 SDJS304。博士呢，我俾嘅精力評價就係3.5星嘅寶可夢。如果你係妹系嘅訓練員呢，可能就會有4星啦。嚟到最後一位嘅新進寶可夢啊！佢個名呢叫宮地利央，係 Moody's 嘅專屬出道。至於片商嘅設定呢，佢係現役女大學生，同埋吹大咗嘅 J 級戰鬥力啊！你知啦，日本啲片商呢成日報大數啊。不過以佢嘅身形嚟講呢，就真係冇得挑剔，白滑粉嫩呢就不在話下，仲要有流線型嘅導彈，加埋靚雲啊！
嗱，雖然咧外觀就唔算係頂級嘅寶可夢啊，但佢自帶咧有鄰家女孩嘅可愛氣質，專殺我呢啲毒撚訓練員啊！博士我自己覺得咧，佢喺今期嚟講都幾高質噶，不過唯一嘅挑剔咧就係佢有少少雙下巴，同埋目測咧佢嘅骨架都偏大，不過咧就唔太大影響呢個觀感嘅。至於佢嘅圖鑑編號咧就係 MIDA097。博士我俾嘅精力評價呢，我自己私心就俾佢4星嘅寶可夢啦。如果你係匈奴人，我覺得可以有4.5星添。3月份嘅新進寶可夢圖鑑分享呢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呢大家有咩新嘅寶可夢，而且佢嘅戰鬥力高超，最啱訓練大家嘅精力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啦，一齊開心 share。最後，如果覺得博士我嘅分享幫到你訓練精力，記得 subscribe 博士我呢個 channel， 再撳埋博士粒鏈鏈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寶可夢嘅消息啦。仲可以同各位志同道合嘅精靈訓練員一齊訓練精力添。好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